西藏度亡經，中有文教得度密法。敬禮。稽首法身，不可思議，無量光佛。稽首報身，蓮花安樂，忿怒報尊。稽首應身，護佑有情，淨聖蓮生。稽首本宗，三身上師。第13日誦法。上來誦法，切仍未悟。縱有善行，心靈發悅，亦將後退，淪入輪迴。於是8位，忿怒女尊，寒林女神。復有8位，弗萊孟母，獸首女神。出自腦部，前來攝引。當呼其名，念誦如次。尊貴佛瑞，一心諦聽。第13日，寒林女神，共有8位。將自耳腦，東隅出現，放光加被。切勿畏懼。耳腦東隅，白寒林神。右手持獅，如持石像。左持腦蓋，滿處鮮血。放光加被，切勿畏懼。耳腦南隅，黃寒林神，名周利馬。手持弓箭，意欲放射。耳腦西隅，紅寒林神，普拉摩哈。手持旗幟，海獅所成。耳腦北隅，黑寒林神，名白達利。右手持杵，左持腦蓋，滿處鮮血。腦東南隅，紅寒林神，名普克斯。右手提有人體臟腑，左手取食。腦西南隅，深綠寒林，黑喜瑪利。左手腦蓋，滿處鮮血。右手持杵，絞血而飲，如飲瓊漿。腦西北隅，黃白寒林，名藏達利。方取獅身，撕裂其手。右手摘心，左手提絲，就康吸血。腦東北隅，深藍寒林，名司馬夏，亦撕屍首，就康吸血。如是8方，寒林女神，出自耳腦，圍繞5部，選血諸尊，前來接引。慎勿怖畏。尊貴佛瑞，寒林圈外，耳腦8方，出生8尊。弗塞孟母，獸首女神，亦來攝引。東有心渴，獅首之尊。雙手十字，交叉胸前。口含獅身，震搖頸焰。南有紅色，虎首之尊。雙手下垂，十字交叉。呲牙咧嘴，怒目而視。西有黑色，狐首之尊。右手臂首，左提臟腑，且著且選。北有深藍，狼首之尊。雙手施絲，怒目注視。東南黃白，雕首之尊。肩河巨獅，手持骨骼。西南深紅，袖首之尊。翼河巨獅。西北黑色，鴉首之尊。左手腦蓋，右手有刀，擲食心肺。東北深藍，梟首之尊。右手持杵，左手有刀，割取着食。8方8位，獸首女神，亦然圍繞，選血報尊。出自耳腦，前來接引。勿須畏懼。當知即已，自悉變現。第14日誦法。尊貴佛瑞。第14日，四門守護，女忿怒尊，出自耳腦，放光照射，以應識之。耳腦東隅，虎首持鈎，白色女神。左手腦蓋，滿處鮮血。耳腦南隅，此手持索，黃色女神。耳腦西隅，獅首持鏈，紅色女神。耳腦北隅，蛇首持鈴，綠色女神。均持腦蓋，滿處鮮血。4尊皆由耳腦出現，
放光加被。以應是曰：護佑諸尊。尊貴佛裔。忿怒女尊，層層圍繞，五方五佛，裸體雙身。外層圈外，復置以怒，顯現女神，二顧面首28尊。手中各持異樣兵刃，前來攝引，亦無畏懼。無論何光應即認為，自識幻形。在此關頭，極為重要，擊應憶念生前上師所傳妙法。尊貴佛裔，以腦東嶽，深喝牛首，羅剎女神，一手持柱，一手持鈴。紅黃蛇首，梵天女神，手持蓮花。墨綠豹首，巨大女神，手持鋼叉。藍色圓手，屍判女神，手中持輪。紅色瑜伽，雪山紅手，銅精女神，手持短矛。白色紅手，帝釋女神，手持串腸。如是六尊瑜伽女神，以腦東嶽，出現放光，無須畏懼。尊貴佛裔，以腦南嶽，黃色福首，喜樂女神，手持臂首。紅摩羯羽首，安樂女神，手托寶瓶。紅色羯首，甘露女神，手持蓮花。白色曜首，月明女神，持金剛杵。深綠狐首，持棍女神，隻手舞棍。深黃虎首，羅剎女神，手持腦蓋，滿處鮮血。如是六尊瑜伽女神，以腦南嶽，出現放光，無須畏懼。尊貴佛裔，以腦西嶽，墨綠袖首，肉食女神，手中持棍。紅色馬首，喜樂女神，手持屍體，四肢全無。白色蓬首，大力女神，手持石像。黃色犬首，羅剎女神，一手持柱，一耳刀割。紅色大聖鳥首，欲望女神，以弓搭箭。綠色迷首，守財女神，手持寶瓶。如是六尊瑜伽女神，以腦西嶽，出現放光，無須畏懼。尊貴佛裔，以腦北嶽，藍色狼首，屍風女神，手展旗幟。紅色羊首，妙曼女神，手持木挺。黑野齒首，野齒女神，手中持有牙根串索。紅色鴉首，金剛女神，手持鷹獅。墨綠象首，大臂女神，手提巨獅，自蓋飲血。藍色蛇首，入水女神，手持蛇索。如是六尊瑜伽女神，以腦北嶽，出現放光，無須畏懼。尊貴佛裔，上有四門瑜伽女神，出自以腦，前來接引。以腦東嶽，黑杜鵑首，金剛女神，手持鐵鈎。以腦南嶽，黃山羊首，金剛女神，手中持索。以腦西嶽，紅色獅首，金剛女神，手持鐵鏈。以腦北嶽，墨綠蛇首，金剛女神，手中持鈴。如是守門四瑜伽神，出自以腦，前來接引。28尊忿怒女神，一一出自忿怒諸尊自性之身，以應領悟。尊貴佛裔，安樂諸尊出自法身真空之性，以應領悟。忿怒諸尊出自法身悲智之光，亦應領悟。想來損血58尊出自以腦攝照之時，設藥之為自識之光，以將融入損血諸尊，與之合體，證得佛道。尊貴佛裔，
今如不息，憤怒諸尊，懼欲逃避。苦難之來，不堪忍受。此並不誤，目擊諸尊，戰慄頓生，終致昏迷。此後自息，淪成幻相，墜入輪迴，不可得出。依教辨識，戰慄不生，自能超出輪迴生死。復次安樂，憤怒諸尊，最大體相，高齊天際。其次體相，大如須彌。最小肢體，亦等以身，10有8倍，曾達之高。如是目擊，不須戰慄。宇宙萬象，雖然轉成神聖相狀，神聖之光。切若了悟，以識變現，一經辨識，即證佛果。妙義相傳，剎那之間，頓成佛道，即此事也。如是謹記，不息於心。與彼法身，與彼自光，融合一體，立證佛果。尊貴佛瑞，是故所見，無論任何怖畏幻相，應即認為自識變現。尊貴佛瑞，以若不悟，畏縮不前。安樂諸尊，即時交融，轉變成為大黑天相。憤怒諸尊，亦即轉成冥府主宰，閻魔之狀。自識所變，盡成幻相，淪入輪迴，不能自拔。尊貴佛瑞，切人不悟，自識實相，任以精暗，顯教經論，密成修法。縱令苦修一劫之久，不成佛道。若悟實相，即值一法，或值一字，均可證果。亡者經歷，實相中有，不悟相狀，自識幻成。冥府主宰，閻魔獄卒，立時現前。最大身量，高及天際。其次體相，大如須彌。最小肢體，亦等人體，10有8倍，曾達之高。其為數量，充塞宇宙。來時相狀，漸始錯純，雙目閃耀，巨腹細腰，束髮結頂。手持記錄，善惡業薄，自口發出擊殺之聲。吮腦飲血，撕裂屍身，取其首級，復擲其心，蜂擁而至，空間為菜。尊貴佛瑞，如是幻狀，出生之時，勿畏勿怖，以金具身，宿業所感，異生之體，終為殺寡，不能滅無。以體性空，無容畏懼。閻魔獄卒，亦以自識變幻而成，毫無實體。空如壞空，無有是處。以識所幻，相狀而外，安樂憤怒，飲血諸尊，異類面首。霓虹光圈，閻魔惡相，均非實有，不必疑慮。如是了悟，怖畏自消，與之合體，佛果自證。想來教法，如實了悟，以應竭誠，篤信敬仰，護佑諸尊。在此中有陷阱之中，前來救應。心作思維，我當歸依，護佑諸尊。憶念三寶，信樂三寶，不論修何，護佑之尊。心應觀想，並念佛號，祈禱如次，護佑慈聖，施恩加被。漂泊中有，請我出離。復次口呼，上師法號，祈禱如次。徘徊中有，請我出離。願施殊恩，永不捨棄。復次信樂，吮血諸尊，並向祈禱。無明驅使，流轉生死。光耀塗刺，恐怖卸除。安樂憤怒，諸尊前導。憤怒佛母，蜂擁護佑。安全使道，中有陷阱。
終令成就，緣覺佛果。棄親輩友，諡諡獨行，唯識所變，空性孤身。唯願諸佛慈恩加被，在事中有，畏懼不生。五智之光，炳然照耀，願能辦悉，無貴無報。安樂忿怒，聖尊現前，確信無畏，了悟中有。惡業牽引，痛苦備嘗，諸尊護佑，消屠災苦。實相本聲，千雷隆隆，願得轉成，六字大名。宿業隨行，無護無恃，護我為養，聖觀自在。宿業所感，苦難不堪，願藉明光，消苦得樂。願彼五大，勿起為仇。願入五佛，各尊之土。竭盡虔誠，如是祈禱，一切恐怖，自能消除。報身佛道，正入無疑。一心念誦，三至七遍，至極緊要，切記無忘。但得了悟，無論惡業如何深重，無論善業如何微弱，其不解脫，實不可能。若在中有，中經一一詳細導示，而仍不悟，則將下罪，投生中有。念誦之法，詳見下卷。結述中有教法重要，無論依何教中修習，或為淵博，或為淺薄。死亡之時，種種迷惑頓自出生。中有教法，自不可少。禪定成就，神識苦離，實相顯現。生前經驗，實屬需要。有已了悟，自識實性。具是經驗，命盡中有，明光現前，奏效甚具。復次生前，禪定觀想，密成諸尊，有所成就。實相中有，安樂忿怒，諸尊接引，猶具助力。生前修習，中有教法，既有特要，即應信奉，隨誦隨記，如實記憶。誦念三遍，習以為常，每字每義，務求明晰。中還群仇，身貧危急，教法大義，不應忘失。此法名為聞教得道，中有造作，五無間業。以聞此法，亦必得道。應向群眾念誦講解。聞法之人，即或未解，中有之際，必能記憶，一字不失。中有憶力，強於生前9倍之多。應向世人廣為宣說。病榻之旁，亦應誦讀。亡靈之前，猶宜念誦，廣傳世間，咸蒙聖澤。有緣值法，實堪慶幸。非具積善，並有慧根，極難遇法。縱或遇法，不可得解。唯有聞法，信受奉行，自得超度。如是稀有，諸法之王，珍之寶之，憶持勿惜。中有經歷，實相誦法，又可名為聞法得道，依咒得道。第一卷完。